独派台农老先角总统府主席郭宽敏昨27日时呢，早起过身享基寿97岁。总统蔡文中昼去阳明山向家属表达慰问的意思。总统今天是不是特别抽空前来致意？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舍？非常不舍。 面对记者在问蔡总统呢，真简单的回应，表示讲对总统府主席郭宽敏的这个过身真唔甘。蔡总统伫面前嘛发文章表示讲，这个郭农，也就是这个郭宽敏这老先生，将一生为民主自由，拢一直奋斗，守护台湾的主体性，咱会继续传承郭农的这个理念，为台湾和台湾变成更加台湾更加强、更加好的国家。 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